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社会新闻有当时会报道社会消息，讲有人咧呛声，这个呛声到底要安怎写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呛吃养呛第三条。呛的意思就是发出来歌声或者是叫声，咱讲呛，像咱讲走呛，某人讲是走唱。另外呛名就是叫名，也有讲互名讲互好，咱讲是名好名呛。也有一个音读做唱，这里白音是唱，唱歌的唱，意思就是发出的歌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呛声，这个意思代表是大声讲话、放刁，代表警告或者是无欢喜，小可有甲人抢甲的口气。第二个词读做唱高调，就是咱咧讲的碰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咧唱高调，讲伊上介高，有才调受过乌水沟，结果网友唔信，两边互相咧呛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呛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唱，这拢是文音，白音读做唱，唱歌的唱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